歡迎使用電子印花服務。本影片將示範如何列印繳款通知書。請在電子印花目錄中選擇列印繳款通知書。請按繼續前往下一頁。請閱讀重要附註，然後按開始申請前往下一步。如果你是個人稅務網站 ITP 或商業稅務網站 BTP 的用戶，你可選擇輸入稅單號碼或交易參考編號，或選擇印花稅繳款通知書其中一項方法。如果你是印花二帳戶的用戶，你必須選擇輸入稅單號碼或交易參考編號。如果你選擇輸入稅單號碼或交易參考編號，請輸入其中一項資料，然後按遞交。如果你揀選擇印花稅繳款通知書，請先輸入搜尋的日期範圍，然後按讀取。選擇你需要讀取的記錄，然後按遞交。按下載繳款通知書開啟檔案。以下是繳付印花稅通知書樣本。